领先的是。 目前领先的是，哇，几位年轻的女子竟然跑前面哈！好，专心，A 赛程，哦，洪凯琪、江一正，好，抽2号，这一圈的都抽2号，拿2号，手上一定要有一张2号，加油！一定要有一张2号，好，没有关系哦。 这个第1圈而已哈，第1圈而已。好，哇，很好。我们给这个小妹妹，喂，你超棒！我们非常感谢她穿着礼服来参加赛跑啊！妹妹拿一张2，妹妹拿2，再跑。哇，超级厉害，超级厉害！好。 加油！这个是这3个，这是第几圈呢？第1圈结束，没有关系哦，没有关系。运动家的精神就是不管你跑快，你跑慢，你就是把它跑完我们就完成我们的运动。现在2号要换3号。 2号换3号，自己看好。2号换3号，举牌的人让他看到号码。2号换3号，好棒哦，加油！丢掉，去拿3号。妹妹好棒哦，加油加油！2号丢掉，拿3号。终点线要预备哦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很快就会加油！加油加油！ 加油！好，加油哈！今天有人脚受伤，他还是愿意下来跑哈。来，我们给李明正掌声鼓励一下哈！他的脚是受伤，他还是进来。加油加油加油！穿礼服的美眉来了！加油！很好玩，很好玩。那个绕过去，绕过去。 曾子琳加油！嘿，加油加油！曾子琳的鞋带掉了，曾子琳的鞋带哈，好，很好。加油！加油加油！ 加油加油！第4圈了吗？第4了哈。哦。这里，第4圈来了，第4圈来了。我不是。第3名。